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这一期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聊一聊小米，聊一聊智驾。前几天雷军好像突然发了一个微博坦诚他创业以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尤其是他最近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呢。似乎小米尤其是小米汽车遇到了一个坎儿。正好呢，这个联合早报他有篇文章叫《中国汽车花式智驾踩刹车挤水分》。这个我想这个大背景大家都知道了，在上个月发生在安徽铜陵一个高速上面，几个武汉的女大学生3名开着小米的苏7，然后去那个池州市参加什么公务员考试夜里10点多发生车祸，这个惨剧这个正好跟智驾有关系，跟新能源汽车对吧，很多遭大家诟病的隐藏式门把手都有关系。那么这个遭到这个舆论的这个关注。曾几何时这个新能源汽车一窝蜂的就疯狂的推行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我不知道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有什么好处至少新能源车企都这个推行隐藏式门把手这种一窝蜂式的这个确实值得商榷。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缺点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最近这个工信部是不是已经在开始要对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进行这个征求意见了，包括对智驾对吧，你不能这个叫花式营销，不能过度宣传。智驾就是辅助驾驶，就是你现在的水平你智驾都是辅助驾驶，不能这个天花乱坠。所以这个联合早报说中国汽车花式智驾踩刹车挤水分。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车门能有几种开法，在中国开车门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按压、触控、感应、自动弹出，当中很多属于隐藏式车门把手，与车身融为一体。这为何非要把车门把手藏起来？答案是因为这种设计让把手通过感应装置自动弹出，比普通把手更具科技感和前卫感，成了当下许多新能源汽车的标配之一。然而看似前沿的创新往往附带着安全风险。央视网引述一些车主反映，隐藏式车门把手在气温较低时可能被冻住而无法打开。你比如说在哈尔滨是吧，在东北那个气温一低那很多东西它被冻住了，如果里面有点水汽结冰弹不开。专家则警告，在严重的交通事故中，一旦控制系统受损，车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实际上这都是反人性的设计就是这么多年汽车文化汽车这个发展，让人们已经习惯了伸手就拉车门，这是一种习惯，这是一种下意识动作，本能的动作。结果你现在强行改成什么，让我们在门上摸。我看有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车主接受采访，他们说如果你是自己家车，你熟悉那倒好办，毕竟有很多人那个开新能源汽车他不是跑网约车吗？所以这就尴尬了，好多乘客在外面等着，他不知道车门怎么打开，在门上摸半天，然后司机在那喊教他怎么操作，这都是一种反人性的设计。还有人说我在车门里面设置了那个机械锁、机械门把手，你在哪儿一摸就能抠着，这都是反人性的设计因为毕竟很多时候很多紧急情况下车门是要从外面打开的。这些潜在风险已引起监管方的注意。中国工信部上星期四就是5月8号在官网公开征集对汽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意见，聚焦各种逃生和救援风险，并提出对汽车把手的安装要求。这意味着车门把手的设计即将迎来强制性国家管理，这个我是坚决拥护的这个都来的都有点晚了。在竞争持续激烈的中国汽车行业，各类吸引眼球的智能设计层出不穷，当中不乏有一些炫技式创新的引发消费者反感。除了隐藏式门把手，另一受诟病的装置是被誉为智能座舱主角的中央控制屏幕。自2014年特斯拉 Model S 推出以来，这类极具科技感的中控大屏成了不少新能源汽车品牌效仿的对象。通过智能屏幕、音箱、语音助手、冷气调控等多项功能都能集中整合并数码化，车内实体按键和机械仪表随之大幅减少。本来是机械的按键这些档把按钮全部变成触摸屏，你开车你在屏幕上点，这个也就是步子太大。这一设计最初让人眼前
前一亮，最近却越被越来越多的车主吐槽。根据新周刊报道说，在本月初落幕的上海车展，智能化虽然还是关键词，但设计风向已悄然转变，包括小米、大众、保时捷在内的车企纷纷宣布重新在车内安装实体键。人们之所以怀念实体键，原因包括触动屏幕常出现紧急情况下找不到按键的安全隐患，尤其是一些较复杂的系统，例如后视镜调节藏在3级菜单里，找到以后恐怕都已经出车祸了。车企纷纷调整宣传用语说踩刹车不仅是花哨的智能化装置，还有宣传力度和方式。有中国媒体观察到，小米、理想、比亚迪等多家车企过去1个月纷纷调整产品宣传用语，例如从自动驾驶改为高阶智驾组合辅助驾驶或端到端辅助驾驶，措辞明显处于谨慎，但是还在玩这种花式营销，还在玩这种文字游戏这背后是中国官方监管力度的加大。今年3月底，一辆小米苏7电动车在安徽发生严重车祸，导致3人遇难。事发前，车辆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状态，引发舆论对智能技术的安全顾虑。3周后，中国工信部出手整治智能驾驶行业，要求车企在宣传中不得使用自动驾驶、自主驾驶等容易引发误解的名词，并且要强调驾驶员需全程参与操控车辆。官方此番干预不难理解，毕竟在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中，一些车企为吸引年轻消费者，曾大肆使用解放双手，一边开车一边开会，上班路上处理邮件等字眼进行营销，制造出智能系统可以替人驾驶的错觉。这些黑科技埋下安全隐患，但随着舆论和监管压力加大，车企如今不得不挤掉水分，在炫技于安全、技术与实用之间重新寻找平衡点。全民智驾光环下的脆弱，中国汽车行业严重内卷，是近年来营销乱象频发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官方不久前表明要整治的现象。今年3月底，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国资委负责人皆发声，表示将采取措施整治汽车市场的失序竞争，包括加强汽车市场价格监测和行业自律。然而，即使试图引导企业从卷价格转向技术创新作为竞争手段，在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还是容易催生技术浮夸、概念先行等问题，最终演化为花式智驾的现象。这也折射出整治汽车业内卷的复杂性。要如何破局呢？经济观察报引述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董阳的话说政府当前治理内卷的重点应该是管法规、管质量、管知识产权、管黑水军和黑公关，以及管地方政府不正当的招商行为。说到底，全民智驾或许是一些头部车企喊出的口号，当科技与安全之间平线矛盾，仍让民众感受到科技光环下的脆弱与局限。那么最新的例子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大聪明就是被大家所诟病的一个互联网企业，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度最近百度干了一件可以让大家叫大跌眼镜我们以前痛恨那个什么牛皮癣式广告那个牛皮癣一般的都是贴在电线杆上，贴在那个老小区那个昏暗的楼道里面那个门上面，大家有印象吧？对吧？还有一些栏杆上面牛皮癣广告，你躲都躲不掉。有的老小区那门上面贴满了。这个大聪明他把牛皮癣广告搬到了这个导航的地图上面去了。这个你不服是不行的我就服中国人这种聪明劲，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这个最新的例子就是百度地图在导航界面置入车道级广告，引发争议。我想大家恐怕都看过视频了吧？许多用户近日吐槽，在使用导航时，3D 地图车道上出现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的广告文字，而且无法关闭。这不就是牛皮癣广告吗？从这个电线杆上，从那个铁门上面移植到了导航的那个车道上面。你电线杆上和铁门上面你是可以把它抠掉的，但是这个导航，那你前进的道路那个上面你是抠不掉的。就我们中国人把这个高科技要么用在审查上面，钳制你的舆论，禁锢你的思想，要么就用在这赚钱上面，这种狗皮膏药，这也是一种悲哀这个关键它不仅
影响这个驾驶安全、交通安全，对吧？它也影响这个用户体验。这类操作又让一些人对智能驾驶的安全感打了折扣。当然了，很多网友说了，这种事情百度干出来似乎不意外。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轮花式智驾整顿的降温浪潮中，中国汽车市场走势依然坚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前4个月汽车产量和销量皆突破1000万，同比分别增长12.9%、10.8%，反映出汽车以旧换新等一系列刺激政策所发挥的效应。作为中国优秀产业之一，即便当前面临一些压力，智能汽车不会轻易退场。花式智驾踩刹车更多是一场迫使车企去水分的调整，而绚丽的黑科技光芒褪去后，理性、安全并实用的驾驶体验或许才是下一阶段竞争的核心元素。这里我谈一谈我对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这种卷、花式智驾这种各种黑科技我的一个看法我倒是认为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花式智驾这些黑科技恰恰反映了它不是科技。大家还记得吧？诺基亚那个手机它那个广告说的多好科技以人为本。在新能源汽车所炫的这些科技里面，它恰恰体现的是科技以厂商为本，科技以车企为本，它没有体现出科技以人为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汽车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大家想象一下，它第一要注重什么？第一就是安全呢。所以你所有的科技是围绕着安全来设计，而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企它是本末倒置，他们的核心全部是从舒适，它不是从安全。我在以前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说新能源汽车它花在这个研发上面的钱呢，它绝大部分是花在了这个舒适，而没有花在安全上面。所以你看这个新能源汽车碰一下立马就起火，一起火门就打不开，门一打不开人就是惨剧然后新能源汽车各种各样的离奇的事故，你看到那个马路上很多新能源汽车像发疯一样的突然加速，突然冲过绿化带，突然撞向这个旁边的这个行人或者是什么车站，突然加速。也就是这些车企把它的研发费用也基本上都是放在舒适上面，没有放在安全上面。这为什么呢？不是车企不知道安全重要，而是它在安全这一块它没办法提升，所以它只能从这个舒适度这一块入手。舒适度这一块便如营销对吧？什么防夹功能、防夹头，夹了手不算它是防夹头的，对吧？然后什么车里面吃火锅，对吧？车里面打麻将车里面看电影，车里面按摩捏脚，它竟是整这个。大家诟病他说你这车里面竟是干这个什么 KTV、按摩店、会所，人家车企有意见了，为了降低这种大家的感官，感觉我这个车就是个会所，所以他要搞一些酷炫的功能，显得科技感更强一点，来点缀一下。这就是我对新能源汽车的看法问题不在智驾上面，恰恰是因为智驾你还没有智到那个程度，你吹嘘的成分太多，对吧？很多东西它是模仿马斯克的那个特斯拉的，但是你又做不到特斯拉的水平。人家特斯拉把它的费用那个用在安全上的那个比例远远高于舒适，所以那个你买特斯拉汽车，你谈不上它的舒适，它也没有什么按摩座椅，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炫的花哨的东西，人家把费用都用在这个安全上面，所以人家车才能做到又便宜又安全。当然不是说特斯拉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的新能源车企就模仿特斯拉，把它好的没学着，它学不了好的，比如在安全上面下功夫，这个它学不来，所以它只能学那些表面花里胡哨的，那玩意儿一学就会。所以我认为什么花式智驾，什么隐藏什么把手各种，这个恰恰反映出咱们新能源汽车车企在科技这一块它是不足的。而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核心竞争力是营销。不光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我们各行各业，如果说你非得说他们有核心竞争力，那么核心竞争力就是营销，就是吹牛。这个大家应该想一想就知道了营销有流量，饥饿式营销，对吧？你要是在新能源汽车里面说营销，那你绕不过去几个企业那小米肯定排第一。有人说什么华为比亚迪，但是我跟你说在营销这一块那小米恐怕比他们还要略胜一筹互联网营销、饥饿营销，雷军是完美的学习了这个苹果，就是营销这一块你不服是不行的。有人说那比亚迪华为水军更多，更会营销，错了，他那个营销显得粗暴。我就问大家说到华为的时候，你能联想到谁？你联想到是余承东吗？你联想到是那个任正非吗？挺难的。就是一旦说到华为联想到一个人的时候，
候，大部分人都会错乱，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你要说到比亚迪，你会联想到谁呢？说湾窗服，但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淡。但是我要说小米的话，你100个人至少95个人会联想到雷军、雷布斯，对吧？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没有总结过？一说某网红超市，你马上就会联想到教父，这个它核心竞争力就是营销。一说到格力电器啊、格力空调，恐怕大家就脑子里马上就蹦出来一个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营销。营销什么呢？把个人 IP、个人跟企业绑定的特别深，企业的创始人、企业的掌舵人，他的人设啊，他的这个跟那个企业品牌合二为一，这个既是优点，更是缺点。也就是你这个创始人的人设一旦崩塌，你这个企业就完蛋。你靠流量、靠营销，对吧？搞来的流量，它当然能助力企业发展。但是就像那个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对吧？你通过流量营销搞来的流量，你总有一天会被流量反噬。而我刚才说的这些企业，靠营销，以营销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他们都会遭遇这个困惑，就是被流量所反噬，成也流量，败也流量。当然了，所反映出来的还是他自身的问题啊，对吧？自身的模式问题。那么小米最近烦恼有点多啊。澎湃新闻报道啊，小米苏7这个偶尔出啊，车主指新车不符宣传，要求退车。这个小米苏7的车主啊，喊话雷军呢，保持真诚。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新车不符宣传呢？车主要求退车啊。小米苏7车主杨雷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啊，自己在订车时额外花费4.2万元选装碳纤维双风道前舱盖，说当时之所以订车，就是因为看中双风道挖孔设计，这也是这款车的灵魂所在，也就是大家就是冲着这个去的。但是据不少汽车博主测试实车发现，所谓的挖孔下方只有很小的风道，且拆解显示风道未能接散热系统或下压力结构，也就是它那个是个龙子的耳朵，是个摆设，也就咱们就这么理解啊。这也意味着所谓的双风道前舱盖可能和宣传不符，在不少车主看来，其装饰功能大于实用价值，那不就是龙子的耳朵是个摆设吗？在杨雷所在的车局维权群中，已接近有400名车主集体要求退车。根据粗略估算，现有小米苏7 Ultra 前舱盖的成本最高约1万元，和超过4万元的售价有巨大的差距。杨雷表示啊，5月7日，小米汽车发布致歉声明，对于挖孔相关争议，称此前信息表达不够清晰，碳纤维双风道前舱盖在满足复刻外造型的需求之外，提供部分气流导出和辅助前舱散热功能。这种解释啊，也就是被人发现之后，就是你前面宣传的时候那是鼓足了劲吹啊，这不就是营销能力吗？对吧？核心技术就是营销。哎，等到这个用户发现之后，他开始往回圆啊，说我这个啊是辅助这个前舱散热功能，部分气流导出。你说这用户能干吗？人家就冲着你这个设计去了，结果是个摆设。对于购车车主，小米将采取补偿措施，对于未交付的订单将提供限时改配服务，可以改回铝制前舱盖。对于已提车和在本次限时改配结束前选配的锁单用户，将赠送2万积分，约合人民币2000元，以表诚意，但未提及是否可以退车。在不少车主看来，对于上述补偿方案并不满意，2万积分补偿与4.2万元选装价格相比差距较大。此外，改配铝制机盖需重新排队，等待周期长达30到40周，这就是小1年呢。我本来是追求挖孔设计才选的车，小米提供的改配服务失去了我原本购车的意义，提供2000元的补偿也显得敷衍。杨雷坦言啊，高端车主更在意驾车带来的身份象征和情绪价值，现有车辆的挖孔设计名不副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因此我们的需求是直接退车。我希望雷军能保持真诚。该车主喊话雷军称，直面质疑才能挽回口碑，如果持续逃避，可能会影响苏7系列和未来高端车型的销量。这是澎湃新闻报道的啊，我记得人民日报也有报道，实际上几百名车主啊要求退车。关于这个小米做高端车啊，咱们在小米刚造车的时候就说过了，我也不知道这些车主是怎么想的，买高端车去买小米造的车，这个如果觉得不满，对吧？如果觉得没有达到你的目标，这个完全合情
情合理。小米一个从来没造过车的，上来就造20万的什么苏7，这个问题那么多，营销过头了，对吧？你看那小米的车主都是些什么人？现在高端车也买小米，小米造车一共才1-2年，你这是太不尊重高端车啊！小米这种靠营销啊，造高端车的也不少啊，这个造车新势力啊，你比如说蔚来，还有什么理想，造一辆车也50-60万、70-80万的也有，比亚迪也有高端车型，为什么吐槽的少？不是说他们真的说具备了造高端车型的这个实力啊，因为都是造车新势力，都差不多。那为什么他吐槽少呢？也就是啊，反过来说明小米在营销这块用力过猛，对吧？你那个车什么碳纤维双孔道设计，你根本就不是，你这就是欺骗消费者，所以遭到反噬很正常。现在车主要求退车，这个对小米迈向高端车型啊，简直是一个当头一棒啊！高端车型本来就卖不了多少，现在据说啊有400-500人要求退车，一旦退了，后面还有更多的人要退。本来人家就冲你那个碳纤维来买的，结果你这个是铝合金的，人家不买了。但一个企业啊，它的营销能力远远超出它的真正的竞争力，对吧？它的技术、它的管理、它的专利，对吧？而以营销见长的，迟早啊也得毁在营销上面，总有一天要翻车啊！这些企业一旦翻车，一旦出现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这些企业通过营销啊，实际上不知不觉的把创始人，对吧？把跟这个品牌绑得很紧的这个创始人，通过人设已经送上了神坛，它倒塌也很快，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所以说啊，这个小米的雷军呢，应该是引以为戒。小米的雷军他的人设啊，一直是一个，对吧？兢兢业业搞实业，互联网创业，然后迈向这个实体经济，从手机到这个汽车，对吧？有很多人把它跟中国制造啊相联系、相关联，对吧？他给这个什么学校捐钱，也就是他塑造的人设是一个老好人，是个很诚实的一个人。结果你涉嫌这个虚假宣传呢，这个翻车也翻得很快。所以这个啊，不光是小米的雷军要引以为戒，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都应该引以为戒，对吧？要把这个真正的实力、真正的这个资源要放到安全上面，要放到真正的科技方面，不是噱头，不是那些炫技，不是那种花式营销，对吧？还是要静下心来搞产品。消费者也不是说一味的否定啊，说那个新能源汽车的创新啊，更不是否定什么智驾，因为大家都知道智驾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啊，你这个吹过头了，步子迈得大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消费者啊，对吧？都希望食品安全，都希望货真价实，都希望童叟无欺，都希望商业诚信，没毛病。但是啊，你利用这个做文章搞流量，对吧？利用这些痛点引流，你本身是个网红企业，你非要说自己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什么供应链管理，但是你又出不了那个你那1亩3分地，那4线城市你都出不来，然后你到处，对吧？教人家怎么做生意，你怎么看怎么不正常啊！这些都是营销能力大于自身的这些核心竞争力。营销啊，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啊，迟早啊也要毁在营销上面，迟早要被流量反噬啊。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主管部门、工信部门呢，对新能源汽车啊进行整顿啊，对新能源汽车这个尤其是营销这一块是非常有必要。新能源汽车企业啊，如果还把自己的精力啊放在这个高大上的词汇上面，玩这些文字游戏，实际上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转折点啊很快就要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